今次呢、個判刑啦，20年啦，黎智英嚟講咧，咁都係一個好公平公正嘅判刑啦。咁我要特別指出咧，黎智英呢20年咧，基本上咧佢係要坐足㗎喎。根據咧監獄條例監獄裏頭咧有一個醫生嘅，佢會咧就負責監視住所有囚犯嘅健康情形，佢嘅身體情況轉差啦，咁佢可以咧就係寫一個書面報告俾懲教處處長去建議去減免或者提早釋放。咁懲教處處長咧亦都會嚴格把關嘅，去審視安情況去到邊度啦。咁同埋咧，另外一個門檻咧就係懲教處處長咧，佢要確立咧，譬如黎智英或者啲國安犯咧，佢係唔會存罪嘅，佢要通過一個風險評估，合格咗之後咧，佢先至再推薦上去行政長官。行政長官咧，亦都係根據基本法賦予佢嘅權力咧，係可以咧係去減免或者提前釋放啲罪犯嘅。咁但係咧，行政長官亦都會嚴格把關啦。咁同埋個門檻咧，亦都係非常高嘅。